续来讲，这个量化即卖是不止啊紧张，嘛互国军来修改掉第一击的要件。过去是甲敌军开炮看作第一击，即卖只要对方的军机、军舰侵入咱的领空甲领海，也就是进到台湾的空海域12海里，无法度来排除，就会当授权指挥官来反制。国防部长邱国正来激励，讲亲像这个无人机，就是对方的第一击，咱就会当甲拍掉。中国解放军切派出一台军机进入台湾西南边防空识别区，也有5台军舰伫台湾附近的海域里活动。国防部长邱国正讲，国军已经修改第一击的要件。以前啊，他开枪开炮，我把他的第一击无人机，他不是枪弹啊，他也来了。对，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打掉，我们不是第一击，他第一击，我们把这个界定把它很清楚。军方补充讲，国际法律规定，国家遭受外来武装攻击的时，有权以武力自卫。若是敌方的军机、军舰进入咱国领空甲领海，经过哪吒放送赶走无效者，会使合法授权第一线指挥官采取适当的方式来反制。从那佩洛西这个来以后，对，我们也发觉嘛，会有时候有那无人机嘛，在金门啊，后来我们没有打嘛，所以后来呢，我还扛着责任，这是我们国防部的全责，我们就修订了。是讲中国快艇并船的事件和两方的敌意升悬。邱国正承认讲，目前的情形真紧张，会逐工困甲提心吊胆。不然昨天睡得好吗？因为你说就是两岸情势让你好像……不要再讲了，好不好？一讲有今晚更睡得更不好了。我们考量的事情，我们有考量政治层面，我们就看这个增厚到底要从宽。中国嘛透过空飘气球等等铺设地台方式，一直骚扰台湾。邱国正强调讲，只要目标下降到看会到、拍会到的范围内，敌民部队都要甲拍落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